第一季度澳門商鋪租賃市場嘅表現唔錯㗎，受惠一周一行同埋1000多行嘅刺激啦，帶動咗旅客嘅增加，亦都刺激咗唔少澳門旅遊區嘅租賃成交㗎。淨係旅遊區嘅10萬蚊以上嘅租賃咧，已經超過有20單。咁啊，第一季度咧，整體嘅租賃成交量咧，雖然少咗19%，咁但係總體成交金額咧，反而係升咗4%，而全市嘅租金成交咧，更加增加咗12%嘅。咁其中皇朝西咧、大三巴、板樟堂、氹仔等等啲旅遊區咧，都有高額成交，所以導致咧拉動咗比起去年同期咧有明顯嘅升幅。民生區嘅高士德、黑沙環、皇朝東咧，都係一個比較大嘅跌幅。買賣方面咧係跌咗23%，咁特別一提咧，超過1年幾冇出現嘅過億成交啦，喺第一季突然出現咗2單嘅，咁分別喺中區咧同埋官也街嘅。咁價錢方面咧，大概比起去年咧係跌咗大概15% 左右啦，比起疫情前咧大概係一半左右啦。買家結構方面咧，過往咧都係以用家為主嘅，咁啊投資者咧最多唔會超過30%，但喺第一季度咧，投資者咧係大幅增加到超過60%嘅，用家咧係少於40%嘅。皇朝東、皇朝西、高士德咧比起去年係有所改善嘅，中區新口岸氹仔咧變化係比較微啲，咁啊黑沙環咧同埋太子基咧有明顯嘅惡化。寫字樓方面咧表現都係比較疲弱一啲，咁啊按年咧係跌咗36%，咁啊全市咧平均叫價少咗20%嘅。皇朝區嘅平均叫價大概係3700，新口岸係3000，南環5000左右。租金方面咧，南環係持平嘅，皇朝區係跌18%嘅，新口岸區係跌25%。空置率方面咧，新口岸按年咧9.4%啦，大幅增到13.3%，皇朝區輕微變化咗0.2%，南環區有明顯改善咗1.2% 嘅。工廈市場咧面對嘅挑戰更加大啦。第一季咧都係一個低成交量，只係得13單，同上年係持平嘅。咁啊成交咧集中喺一啲低價倉庫方面，所以第一季度咧係報1905蚊一尺嘅啫，跌破咗2000蚊一尺嘅大關㗎。咁按年咧仲跌咗40%。租金方面咧報8個3毫1，按年咧升咗1毫1子㗎。總體嚟講咧，澳門工商鋪市場分兩大陣營，同旅遊區相關嘅商鋪或者係一啲製造工場啦，會比起民生區或者傳統一啲區域咧睇高一線㗎。喺回報率方面咧，由於定期存款咧依然有3厘8，而自用嘅貸款咧大概係2厘半到3厘左右，所以對一啲民生區嘅用家嚟講咧，要超過3厘到3厘半咧先吸引到佢哋入市嘅。咁喺投資嘅方面咧，佢哋嘅融資成本會更加高啲嘅，咁所以可能要到4厘到4厘半啦，甚至乎5厘咧，佢哋先有興趣入市嘅。今日第一季度嘅工商鋪市場總結講到呢度，如果大家有興趣繼續聽相關嘅資訊嘅，歡迎繼續關注我，多謝。